殿堂級歌手歐瑞強 Albert 將喺5月9號同10號喺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歐瑞強70大 show 2025演唱會。Albert 為咗答謝一眾歌迷，日前率先舉行絕版珍藏 CD 分享會，同歌迷朋友見面，並展出咗歷年嚟灌錄嘅近100款絕版珍藏黑膠唱片，仲即場為歌迷簽名同合照。Albert 接受我哋專訪透露，即將迎嚟70歲，會推出新歌，更加係第一次同歌迷舉行演唱會，預祝生日啦！因為我從來未試過慶生嘅，一次都未。係喎，好似未搞過。未啊，未搞過 party， 我未搞過生日 party， 我自己都唔慶祝生日嘅，係咪啊？幾時生日都爭啲唔記得咗。咁但係今次咧就藉住呢個演唱會。會唔會諗下可能出首主題曲啊咁樣啦？為咗今次。有嘅，我嗰隻主題曲咧唔係要嚟即係宣傳啊賣啊，我已經作咗啦。哦。未出現，真係作咗一隻，即係嗰隻歌咧，純粹就唔係為乜乜主題曲冇嘅，直情咧我特登咧就係寫歌詞，又揾個歌寫個歌詞咧就完全係送俾呢幾十年來聽我歌、聽我電台、同我一齊成長，甚至支持我嘅所有朋友而唱。嗰啲每一句每一字都係有啲情懷，係同佢哋講。就快出現㗎啦！你幾時預告啊？我諗我要2個禮拜之內會有。